提起周瑜，你腦海裏係咪浮現出一個被諸葛亮氣得吐血三升、仰天長嘆既生瑜何生亮嘅悲情形象？喺《三國演義》嘅渲染之下，周瑜似乎成咗一個心胸狹窄、折道成性，最終被對手活活氣死嘅失敗者。可呢個真係歷史真相嗎？我覺得話歷史上嘅周瑜要係睇到自己比咁黑，估計得從霧裏面跳出嚟喊冤。真實嘅佢係東吳嘅頂梁柱，係赤壁之戰嘅靈魂人物，係一位才華橫溢、風流倜儻嘅儒將。佢嘅死因既唔係小說裏嗰般戲劇化，亦都絕非被諸葛亮自相碾壓嘅結果，而係帶住幾分無奈同遺憾。咁周瑜到底係點死嘅？呢個背後又藏住點樣嘅故事？今日眼門就嚟剝開歷史嘅迷霧，傾聽呢位被誤解千年嘅英雄。提起周瑜，大多數人第一反應就係嗰個被諸葛亮三氣氣死嘅東吳大都督。《三國演義》裏面，佢處處同諸葛亮作對，卻次次棋差一招，最後氣急攻心，含恨而終。嗰句既生瑜何生亮，更係成咗佢嘅絕唱，讓人覺得佢活得憋屈，死咗亦都不甘。可呢個只係羅貫中嘅劇本，係為咗捧高諸葛亮而俾周瑜強加嘅人設。真實嘅歷史遠冇咁誇張。翻開《三國志》吳書，你會發現周瑜係個了不起嘅人物。史書話佢聖道恢闊，翻譯成大白話就係心胸開闊。陳壽評價佢實其才藝，連宋代詩人范成大都讚佢為剛咗風流美丈夫。呢邊度係個小心眼兒嘅人，佢出身名門，自幼才華出眾，唔單止精通兵法，仲能夠操琴弄曲，有曲有誤，周郎顧嘅美談流傳。佢同孫策情同兄弟，輔佐孫權搵江東，赤壁一戰更係名垂青史。咁樣一個文武雙全嘅儒將，點樣可能被幾句挑釁就氣死？喺筆者睇嚟，小說裏面嘅周瑜係被冤枉得救殃。其實《三國演義》為咗戲劇效果，將周瑜同諸葛亮嘅對立無限放大咗。歷史上佢哋嘅交集並唔多，甚至可以話各忙各㗎，邊有咁多針鋒相對嘅機會？周瑜死後千年，佢嘅形象卻被文學綁架，成咗一個悲劇配角，諗下都替佢不值。一個英雄豪傑，生前威震四方，死後卻孭咗個被氣死嘅黑鍋，呢個冤唔冤？要說清周瑜嘅死因，咁地得先從佢嘅人生講起。周瑜字公瑾，公元175年生於廬江書縣，今安徽廬江，出身官宦世家。堂祖父周景、堂叔周忠都做過太尉，父親周儀當過洛陽令。咁樣嘅家世喺當時可係響當當㗎。從小周瑜就唔係普通人，書讀得好，兵法鑽得深，長得環俊，氣質儒雅，連音樂都玩得一流。街頭巷尾流傳住曲有誤周郎顧嘅講法，意思係只要樂曲一出錯，周瑜準翻轉頭睇一眼，精準得讓人佩服。周瑜嘅青春歲月同孫策緊密相連，兩人同歲。呢個時候就認識，感情好得好似親兄弟。興平2年195年，孫策要返江東闖天下，周瑜二話不說，帶住幾千家兵同幾艘糧草船隻趕到溧陽支持佢。嗰時候嘅江東軍閥混戰，局勢亂得好似一鍋粥，可有咗周瑜嘅助力，孫策如虎添翼，連克橫江、當利、秣陵，打敗絢容、薛禮，又尼下胡說、江城，最後逼得揚州刺史劉繇落荒而逃。短短嘅時間內，孫策嘅隊伍就從幾千人壯大到幾萬，江東嘅地盤算係穩固咗。喺呢個過程當中，周瑜嘅功勞可以唔細。孫策死後，江東局勢更亂。建安5年200年，孫策遇刺，臨終前把細佬孫權託付俾周瑜同張超。周瑜時任中護軍，即刻帶兵趕回奔喪，同張超一齊撐起東吳大局。佢一邊穩軍心，一邊防外敵，
仲不忘俾孫權推薦人才，好似魯肅咁樣嘅能人就係佢拉嚟㗎。嗰時候嘅周瑜先至20幾歲，卻已經係個能文能武嘅全才。孫權對佢極其信任。周瑜最耀眼嘅仲係赤壁之戰。建安13年208年，曹操帶住幾十萬大軍南下，氣勢洶洶要吞併東吳同劉備。東吳內部嘈翻咗天，張超帶頭嘅主和派覺得打唔過，乾脆投降算啦。可周瑜企出嚟，影住胸脯同孫權話唔能夠降。佢分析得頭頭係道，曹軍遠道而嚟，人困馬乏，北方兵不善水戰，水土不服，後方仲有馬超同韓遂搗亂，而且劉表嗰7、8萬新降嘅兵壓根兒唔聽曹操使喚。周瑜拍案立下軍令狀，俾我3萬精兵，定退曹軍。孫權一聽，瞬間熱血沸騰，當場任命佢為大都督，同劉備聯手抗曹。周瑜指揮嘅赤壁之戰簡直係教科書級別㗎。佢睇準曹軍戰船連埋一齊嘅弱點，採納黃蓋嘅火攻計，一把火燒得曹軍恰爹喊娘。嗰一戰，東吳3萬打得曹操幾十萬大軍屁滾尿流，奠定咗三國鼎立嘅格局。周瑜嘅名亦都從此刻進咗歷史嘅豐碑。可咁個英雄點就突然死咗呢？講起諸葛亮氣死周瑜，得從《三國演義》我三氣周瑜嘅情節傾起。呢段戲碼真係精彩得讓人拍案叫絕，可惜全係編嘅。先話一氣，赤壁之戰之後，周瑜想搶南郡，跟諸葛亮約定先攞下歸先。周瑜拼死拼活打得曹軍節節敗退，自己仲受咗傷。結果諸葛亮趁亂執咗個大平，輕輕鬆鬆佔咗南郡。周瑜氣得戰傷復發，從馬上摔落嚟，嘴裏部估計得鬧一句：呢個內仔太陰啦！再睇二氣，劉備老婆死咗，周瑜想將孫權妹妹孫尚香嫁過去，呃劉備嚟東吳弄死佢。結果諸葛亮睇穿咗，派趙雲護住劉備，仲利用吳國太嘅好感，將婚事搞成咗真事兒。劉備帶住孫尚香跑返荊州，周瑜追過去又中埋伏，蜀軍仲唱住周郎妙計安天下，陪咗夫人又接兵，嘲笑佢。周瑜氣得差啲冇孭過氣去。最後三氣係荊州嘅事，劉備借咗荊州不還，周瑜急咗，諗咗個假逃滅國嘅招，假裝幫劉備打西川，實則奪荊州。可諸葛亮又算準咗，派兵守住。周瑜一睇大勢已去，氣得舊傷崩裂，仰天喊咗句既生瑜何生亮，就咁咽咗氣。呢個情節聽住過癮嘛，可問題係佢壓根而冇發生過。喺真實嘅歷史上，周瑜同諸葛亮根本冇咁多交集。赤壁之戰嘅時候，諸葛亮係劉備嘅使者，跑東吳促聯盟，周瑜先至係戰場上嘅主角。戰後周瑜忙住守南郡同柴桑，諸葛亮則喺荊州俾劉備打下手，兩人一個天南一個地北，邊有功夫鬥嚟鬥去？再者話周瑜勝道恢闊，連老將程普都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咁個大度嘅人會被幾句話氣死？我睇係羅貫中太會編故事啦。《三國演義》係文學，唔係歷史。為咗神化諸葛亮，周瑜就成咗墊腳石。可呢個對周瑜太唔公平啦！生前功勳卓著，死後卻被扣咗個小心眼嘅帽，真係俾人替佢叫屈。咁周瑜到底點死嘅？《三國志》吳書周瑜傳寫得好明白，遇還江陵，為行莊，而到於巴丘病卒，時年36。簡簡單單幾個字，冇提諸葛亮，亦都冇話氣死，就係得咗病，死在咗巴丘，今湖南岳陽。呢個先至係正史嘅講法，樸實無華，卻最接近真相。病因係乜嘢呢？史書冇細講，但簡地可以推測一下。先話傷病，喜安14年209年南郡之戰，周瑜帶兵跟曹仁死黑，又勒中咗一箭，傷得不輕。嗰時冇抗生素，傷口感染好常見，
即便愈合咗，身體亦都大不如前，留低咗後遺症。可以話戰場上嘅拼命勁移換嚟嘅係健康嘅透支。再話勞累，周瑜當大都督操心嘅事太多啦。赤壁之戰前，佢忙住籌劃同練兵，戰中親自指揮，調度幾十萬人。戰後仲得穩住東吳局勢，防住曹操捲土重來，常年奔波，精神緊繃，身體邊受得了？我猜測佢可能都冇點瞓過好覺，長期勞累，免疫力下降，病魔就揾上門啦。仲有個可能係疫病，三國時期戰爭多，衛生差，疫病常喺軍隊裏邊流行。赤壁之戰，曹軍就因為疫病損失慘重。周瑜雖然贏咗，但長期喺軍營裏面，亦都可能冇匿過病毒。嗰年代得咗傳染病，基本沒救。周瑜再強都係個凡人，所以話周瑜嘅死同諸葛亮冇半毛子關係，就係積勞成疾，外加舊傷復發，可能仲趕上咗疫病。36歲正值壯年就咁走咗，實在係讓人唏噓。周瑜死得冤咩？當然冤，唔係被諸葛亮氣死嘅冤，而係英年早逝、壯志未酬嘅冤。佢死前正計劃羅下益州，想俾東吳打出一片更大嘅天地。嗰時嘅佢滿腦子都係戰略藍圖，可惜天不假年，一場病將佢帶走咗，留低東吳將士同百姓扼腕嘆息。佢嘅離去，等東吳嘅擴張夢化為咗泡影，真係歷史嘅遺憾。更冤嘅係，佢死後仲被《三國演義》黑咗一把。真實周瑜係個大英雄，赤壁之戰奠定三國格局，文武雙全，心胸寬廣。可小說非將佢寫成個小氣鬼，讓後人誤解千年。我每每諗到呢度就覺得有啲心酸。一個咁出色嘅人，唔該孭呢一種莫須有嘅罵名。還原歷史真相係對周瑜最好嘅尊重。佢唔係小說裏邊嘅悲情配角，而係三國舞台上嘅耀眼主角。佢嘅才華同貢獻值得我哋記住。說實話，如果周瑜多活幾年，三國嘅故事會唔會更精彩？大家覺得呢？周瑜嘅死喺你心裏邊留低咗點樣嘅印象？歡迎評論區傾下你嘅睇法。